合起就是耶稣永远听你，伊亲求你，伊亲求你，伫你的声中做
耶和华安尼讲：恁着守公平，行公义，因为我的救恩已经近，我的公义要显明。人安尼行，世间人安尼持守伊，守安息日，无干犯着，禁止家己的手无做歹，即个人有福气。世间情人拢着恬静，人生行你面前，无伫看愈世间俗事，阮的伊相思。上帝讲你的圣殿，咱着敬拜心敬虔。是咱吟圣诗172首，172首，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。咱伫主面前着恬静恭敬，心肝着谦卑，承受真理，称谢阿乐主极大的慈悲，耶和华全智，伊恩典无限，耶和华至大，伊赏赐福互咱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，咱伫主面前着恬静恭敬，遥遥看谦卑，承受真理，请声阿乐主极大的慈悲，耶和华全智，伊恩典无限，耶和华至大，伊赐福互咱。永远的天父上帝是听，伊相思相惊，替咱献性命，求主老保卫世咱的罪，愿主的福音干净咱着罪，一切恶乐主因哈利路亚，全心服侍主，每日拢无恙。全能的尊王，上帝是伊，咱着服侍伊，着我命福气，主将我人心关人内，咱着去反悔，当向修恩惠，上多日平强地恩更欢喜，正生真正义，当阿乐吟诗。阿门。请咱议员起来，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
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着彼得罗任内受苦，定是过死埋葬落门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，上天，感谢全能爸上帝的大病，伊要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第三个来启应，启应文38篇，启应文38篇，哥林多前书13章。我说书会讲人甲天使的言语，若无真爱，我就真做响的动气，弹的喇叭。我说书做先知，明白拢总的奥妙，甲拢总的财物。佮说书有招庇的信，到举来移山。若无真爱，我就袂算做是甚物。我说书尽我所为来真济，佮显我的身躯互火烧。若无真爱，我就袂得到利益。仁爱是无宽容慈悲，真爱是无怨妒，真爱无夸口，无偏颇，无行见笑的事，无求家己的利益，无快快受气，无记得人的歹。无欢喜不义，是甲真理相甲欢喜。凡事忍耐，凡事相信，凡事仰望，凡事吞忍。仁爱永远袂无去。若是先知的节要废物，正的言语要煞，财物要废物。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，做先知的也无完全。完全的若到，无完全的就废物。我做囡仔的时，讲话亲像囡仔，性情亲像囡仔，意见亲像囡仔。已经成人就废物囡仔的事。因为咱当对镜咧看，无无明。若是到迄时，就当头对面。我当所知的无完全，到迄时就知，亲像我互主知的一样。现今所存的，就是信、仰望、仁爱这三项。其中第一大的是仁爱。阿免。阿免。自然金圣诗453首，453首。天父疼咱世间正人，想事独生圣囝，拯救赎回显明疼痛。天父实在是疼，天父上帝真正是疼，连我也日日疼，赦我一切误会罪过。天父上帝是疼，咱请坐咧吟全首。
是，是为着咱小人做者，伊听亲像安尼。天父上帝真正是听，连我也伫咧听，写我一切有悔罪过，天父上帝是听。天父他疼正大正大，谁人应该卖伊？着紧紧来大家君我，研究着叹一时。天父上帝真正是听，连我也伫咧听，写我一切有悔罪过，天父上帝是听。阿门。即是咱三日下头来祈祷，听阮的主，阮伫你一礼拜报守中，搁来甲主你的圣殿敬拜。阮知深信主你听阮的祈祷，当阮顶礼拜圣主日来敬拜时有落雨，即礼拜主你甲阮备办好的天气，因为你有听阮的祈祷，互阮的无方便，互阮会当得到主你的保守。阮也恳求主你，互即个病毒会当紧紧消灭，互阮会当较侪兄弟来甲主圣殿的敬拜。阮安尼恳求，拢是靠主的名来求，阿免。有其世间的罪，叫你怜悯我。上帝有讲，就是有其世间。即是俄勒请圣歌队。
接下来恭喜上帝的话，记载旧约诗篇138篇第8节。诗篇138篇。耶和关系我的事，耶和华要成伊。耶和华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，求你无伫放煞你手所做的。再来看新约哥林多前书13章第1节到13节。哥林多前书13章第1节到13节。第1节，我说书会讲人甲天使的言语，若无忍耐，我诚做响的铜器，弹的六管。说书我做先知，明白朗总的奥妙，甲朗总的财物。佮说书有招庇的信来到夜来移山，若无忍耐，我就袂算作是啥物。我说书尽我所有的来真济，佮献我的身躯互火烧。若无忍耐，我就无得到利益。忍耐是较宽容、慈悲；忍耐是无怨妒；忍耐无夸口、无偏袒，无行见笑的事，无求家己的利益，无快快受气，无去得你人的歹，无欢喜不义，是甲真理相感欢喜。凡事忍受，凡事相信，凡事仰望，凡事吞忍。忍耐永远袂无去。若是先知的节要废无，遐个言语要煞，财物要废无，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，做先知也无完全。完全的若到，无完全的就废无。我做囡仔时，讲话亲像囡仔，性情亲像囡仔，意见亲像囡仔。已经成人就废无囡仔的事，因为咱当对镜咧看，模模无明。若是到迄时，就当头对面。我当所知的无完全，到迄时就知，亲像我互主知一样。现今所存的，就是信、仰望、忍耐这3项，其中第一大的是忍耐。阿免。是咱讲到美丽奥秘的生命方程式，咱请张牧师。
感谢上帝，互咱会通做伙组织做礼拜。真少年咱大家嘛真欢喜，上帝慢慢想使咱有改善即个疫情的情景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的教会伫脚步甲祈祷的中间，会通哪来哪平安，也全台湾拢得到保守。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，我要邀请咱搁一摆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组织伫你的圣殿，阮首先献上感谢。特别今仔日是一个真特别的日子，阮台湾甲伊称作爸爸节。你是阮天顶的老爸，你照顾阮的家庭，就亲像阮肉体的老爸，伫透风落雨拢伫外面工作，为了家庭来筹划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你也是阮伫一生中间。阮的热看，阮的想事，阮的保守，摇花阮的上帝，阮伫圣殿内来学乐感谢你。阮嘛煞为着阮肉体的老爸献上感谢，因为阮的生命是对父母来，阮的成长是因的温情。阮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，特别伫阮中间，阮看见上年长的长辈詹天比老师。阮看到伊的时，阮就想到每一个家庭拢有一个亲像安尼的士大人。愿天父上帝保守照顾，无论是爸爸妈妈，求天父上帝照顾因伫即个疫情的过程中间，无拄着未堪得迄种的感染，注意保守。但阮只是伫你的面前，恭敬要来领受一个生命的智慧。愿你的圣心，无论是伫圣殿内，伫阮的兄弟姊妹的家庭中间。愿主你喜乐，你的祝福甲恩惠，互因来到上帝你施恩做证，特别将因的生命的方程式来交伫上帝你的手中。阮的人生有时有恶得回答的答案，但是愿天父上帝你赏赐阮高价的快乐，无论迄个答案是怎样，但是愿上帝你的稳定高价愿用，互阮伫你面前领受圣经的话，也煞有得到信心甲盼望。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我真欢喜，甲咱分享今仔日的圣经。我要甲恁分享今仔日的诗篇，是我为着有悠悠的祈祷。因的一生的成就，拢是父母心中的看虑，对无？咱做父母的人，咱敢是拢爱咱的囡仔，因的一生的成就。会当伫上帝恩典的中间，所以今仔日咱的圣经有一段就是祈祷，主啊，我一生的事伫你的手中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无忽略你手所做的，就是阮即阵属伫你的囝儿查某囝。这是我今仔日甲恁分享，也愿即段圣经叫做恁一生的祈祷。无论咱的人生情景怎样，但是上帝恩典教育咱用。第二段圣经是咧甲咱讲起，伫人生中间上要紧的快乐，就是一个支持体系，都是有听的围围。就像这个世间有真侪艰难的情景，但是最要紧就是有一群三听的亲人，做伙固守伫家庭的内底，上帝用伊的听围围伫咱的心上。今仔日我要用一个故事来回应这段圣经伊的宝贝甲重要。咱的人生若无听，不但孤单，咱会感觉软弱，咱会感觉真侪无力感。就算这你有真侪的财富，若无人分享，你袂当将你一生所得到的成就，来互你至亲上爱的人，咱甲伊讲，将我所有的宝贝留互我的囡仔。那咱的人生无囡仔通互咱留互因，咱一生的得到要创啥？无用试试要创啥物？今仔圣经讲，当咱甲上帝面对面、当头对面，今仔咱做礼拜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甲上帝当头对面。无就讲，当我甲迄个完全的当头对面的时，完全的若来无完全就离开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每一摆做礼拜就是来到荣耀的上帝、施恩的宝座、阿爸天父上帝的面前，咱甲伊当头面对面。
这个上帝要将伊一切恩惠，甲咱讲，我所听的囝儿，这拢是你的。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对一个真辛苦的人生，就是恁看到这张相片，这张人，这个人叫做钟纳什。这个人一方面是天才，一方面是小的。像用阮牧师讲，足无礼貌，这个小的这个字，为着牧师要互你有更较深来体会，这个人有一个真极端的两个人生，一个就是全世界上较有智慧的一个数学家，但是伊却是拄着精神分裂症。今仔日精神分裂症的人，抑阁拄着较好的这个医学的款态。钟纳什伫20世纪的上半期，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个时间，伊开始发病发作。迄个时阵真辛苦，因为精神科医生对即个精神分裂的人并无了解真多，所以用足极端的方法，就是电击，硬甲伊电伊的脑波，电伊的身躯，所以即个人是足辛苦的受折磨。牧师要甲恁分享即个故事，即个人后来到一生安怎行出来，伊的人生迄种的辛苦，因为伊的负责人背叛伊。所以听的时候，这段的故事真重要。所以伫2001年，美国的电影就甲伊拍做一出叫做《美丽境界》，伊的英语的名叫做《Beautiful Mind》。意思就是有一个真水的灵魂。上帝想使咱毋是干那肉体尔，上帝嘛想使咱有灵魂体。所以这个故事虽然电影有一段小可剧情化，但是无失去咱来看这个影片，来默想这个人的一生。这个人是真特别的人，伊有精神失调，但是伊是非常有智慧的数学家。所以差不多讲，当今中间一个最要紧，后来伊真做一个，伫1994年得到数学奖的诺贝尔奖的一个真要紧的人。伊伫29岁就写一个无人我都解答的一个真要紧的博弈理论。博弈理论就是人甲人伫迄个拍牌，其实就是几率啦。这个人伫29岁，伊的博士论文真做，后来伊得到诺贝尔和平奖，足要紧的一个关键。伊一生最大的兴趣，就是去思考迄个历史以来无人我都解答的方程式。自古早以来开始有数学阿拉伯数字，伫西方伫东方拢有真侪，咱叫做解方程式。恁会问牧师讲，啥物叫做方程式？方程式就是加减乘除啦，无介困难。但是伫人类历史有真侪数学的问题，无人能解答。这个少年的科学家，伊最大的兴趣就是思考迄个愈困难的问题。伊咧追求，就是讲无人会当解答，但是我会甲伊解答。但伊一生中间有一个最大困难的方程式，就是伊的生命甲伊的人生。所以伊伫最后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时，伊讲我经历着人生所有的一切的这种的辛苦，我咧挑出什么是这个数学的方程式的答案，什么是逻辑，什么是答案 ，logic。reason， 我找到最后，到伫我这个年纪，我才知影，我回到了原点。其中我找到一个生命中间上水、最奥秘、最难解决，迄个叫做生命的方程式。伊发现，无论追求科学，无论追求数学，人生活命本身就是一个上困难的方程式。我是要用这个故事，甲恁提醒，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方程式，就是咱的生命。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毋是干那加减乘除尔，计较来计较去，拍拼来拍拼去。伫咱的生命中间有一个真复杂的生命。钟纳什这个约翰纳许这个人，伊最后伫诺贝尔奖的致辞的中间，伊用一个真水的情书。也我过头甲伊的负责人讲：“你是我唯一的答案，也是我全部的答案。”
因为若毋是你，就无今仔日的我。这句话会当帮助咱伫信仰中间，咱甲上帝讲：你是我一生的答案，唯一的答案，嘛是所有的答案。也这恁同意吗？这个听咱的天父上帝，比咱的丈夫，比咱的负责人，伊搁较正做咱一生生命方程式的最重要的答案。我要鼓励青年人，恁去读牧师会当将这个放伫迄个恁的，互恁读伊的英语的字词。伊伫诺贝尔奖的英语的字词写甲足水啊！用 the only 唯一的答案 ，all reason，所有一切答案。伊讲伫我一生中间有一个上界奥妙、上重要，迄个方程式叫做爱，叫做生命。所以你姊妹，我咱对今仔日的故事，特别是毋是干那看这个悲惨的故事，还是讲伊真荣耀得到诺贝尔奖的故事。上着这个人的一生咧操作真理科学，伊讲我一生上较有兴趣的就是数字、方程式甲逻辑的关系。伫迄个方程式的中间，伊有彼此的关系。我举一个咧，你去菜市仔买一粒，买3粒往来，伊甲你讲3粒100块，安尼一粒偌济钱？这就是方程式啦。3粒100块，啊，你甲倒体撸落来，哦，哇，一粒就是33块外。这个人一生上要紧，就是咧找去用数学来找理性。其实数学毋是干那一个数字，数学本身有真多的哲学，所以数学是所有的科学的基础。数学是所有今仔的基础，科学的基础。若无数学，今仔日就无这个电动学、这个电机方程式，嘛无科学、太空科学，无真侪这个真深的实际运用的。所以数学是所有科学内底的最要紧的基础。这个人伊一生上头有运数，就是对数字敏感，所以伊到伫得奖的时，伊用伊家己一生的反省，伊讲我咧问讲，伫我一生遮尔辛苦，那安尼，什么是真正的逻辑？什么是真正的理性？什么是真正的理由？什么是真正的真理？所以，弟兄们，咱坐伫这个所在，就是咧找这个真奥妙生命的答案。愿咱伫每一摆敬虔的时，上帝将伊的主爱放伫咱的内底。将来是伊讲，我一生中间拄着真侪病痛，我一生亲像小的，连我的学生嘛甲我踢笑，连我的学生嘛甲我糟蹋，我的厝边看到我就惊，我的太太看到我嘛惊，因为伊有幻觉。所以真侪时阵，甚至伊牙枪要拍伊心中的迄个幻觉，结果迄个枪是比伫伊的囡仔。你若是做负责人，你会惊无？当然会惊。一个是我心所爱丈夫，一个是我所疼的囡仔。这个家庭真辛苦呢。伊毋是亲像浪漫安尼讲，安尼祈祷一个就这辛苦就过，毋是一世人的折磨。甚至将那些囡仔嘛是真三分裂症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上帝无永远天色常蓝，上帝无永远咱一生拢是生活的无忧无虑。但上帝予咱的方程式有一个足简单的，有个人生出来就敢食甲困安尼尔。但是如果你一生若是生出来敢若食甲困，你烦恼等于烦恼。人生中间有真侪挑战，就进入生命的方程式。伫迄个困难的中间挑战真侪成就。最重要就是上帝伊本身就是陪伴咱行过这段路的。所以这个人伊最后伊讲，我发现我是一个科学家，我是一个数学家，我是一个思想家，我真够解决这个数字的问题。但是我发现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最困难解答就是生命，我生命的方程式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
当你拍开你的心门，主耶稣入你的内底。所以今仔日的讲道，牧师有一句话，忽然有一个感受，互我去想到耶稣记载伫迄个启示录讲，耶稣徛伫门外拍门，见若欢喜听的人开伊的门，耶稣就要入去伊的内底。这个圣经的记载，互我想到一项，就是今仔日咱的主耶稣徛伫你我咱心门的外口，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完完全全拍开你家庭的门，或者你门关起来讲，耶稣这个时阵无方便，我的家庭乱糟糟，我今嘛有真多重担，主耶稣这个时阵无方便，耶稣你明天再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耶稣用伊的怜悯，用伊的慈爱，时时刻刻伫咱身边，伊咧甲咱拍门。所以，这个钟那是伊讲，这个问题唯有在这个神秘的方程式里面，你才能够找到真理与逻辑。伫你我咱人生的中间，唔通惊，拄着欠缺折磨艰难，伫这个艰难的中间，咱要看见上帝。这就是钟那是伊所讲的。你是我全部的答案。英语讲 ，You are the only reason I am, and you are all my reason. Reason 就是讲答案。你是我唯一的答案，你是我所有的答案。兄弟姊妹，咱把伊转倒来看咱的人生。咱的天父上帝是咱唯一的答案，咱的主耶稣基督是咱唯一的答案。也是咱一生中间所有的答案，你相信吗？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到咱一生的落尾，就亲像咧解方程式，像着一个数学家，像着一个学生囡仔。当你开始学数学到一个程度，老师就会教你加减乘除，然后就开始底下有一个叫做未知数，3x 加1等于10，安尼 x 等于多少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相信将主耶稣基督的疼，亲像钟那是伊的负责人陪伊到一生的落尾，真正不离不弃。为什么？因为钟那是因落尾，因夫妇是做伙死伫一个车祸。到21世纪的时，最后一年后，足老的时，又搁得到真多奖，因去澳洲领奖，坐飞轮机倒来。迄日落大雪，原本这个主办单位有甲伊请一条要加长型的这个礼车，但是唔知安怎联络了无好势，所以因就无坐迄个礼车，因家己出去机场的外面叫一只客运车就坐，因无下安全带，两个人伫迄个中间出车祸时，两个人拼出去，同生同死。这个生命毋是足悲惨，这个生命嘛毋是足浪漫，因为这个负责人甲伊的丈夫伫这个折磨的过程中间，曾经婚姻破碎，所以两个人为着安全，迄个负责人太太为着安全照顾囡仔，所以离开伊的丈夫。但是后来听佫甲因牵做伙，直到因人生最后的困难。所以这个故事咧，甲咱讲起。一对的夫妇甲一个家庭，怎样共同去面对婚姻的困难？毋是干那婚姻尔，生命的困难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你我咱人生中间，拢有一个你，上帝写伫你的课本，你的功课的课本的内底，上帝写一个人生生命方程式，是你甲上帝咧找答案。就亲像上帝用一个彩面互你，你就抬头看讲，爸爸，这个题目要安怎写？伫迄个题目中间有逻辑、理性。逻辑就是圣经中间咧讲起上帝的话，就是 logos， 上帝的话就是一切智慧。reason 就是咱伫世人生中间，伫咱人生的每一时刻，咱拢找答案。囡仔就甲爸爸讲，是安怎伊的苹果就较大粒，我的苹果就较细粒。真侪时阵，咱伫人生中间有加减乘除，
现在伊有我无，上帝啊，你无公平，世间敢有绝对的公平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每一个人拢有咱的生命的方程式，用信仰、用听去解答伊。今仔日圣经讲，现今所存有信、仰望、真爱，用真理的信心去面对咱的生命的问题，用仰望来听候这个困难的答案，找出来了后，最后的结局，唔免惊，有主的听。伊讲爱是永不止息。所以听的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到咱一生的落尾，咱常常谦卑敬畏，对主调调来找咱生命的答案。所以，什么叫做方程式？拄则牧师就简单来讲，方程式其实就是加减乘除，但是加减乘除是最基本的方程式。更较深起的，就是微积分、高等微积分。我甲恁讲，连我微积分都读了226。我到大学1年先开始就爱读微积分，因为将来机械工程爱用更较深的真侪这种的方法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用这个来了解咱的人生中间，人生有迄个最基本的智慧、最基本的能力，但是慢慢伫上帝圣神的帮助中间，咱要凡事老练。所以今仔圣经讲，我细汉的时阵亲像囡仔，讲话亲像囡仔，性情亲像囡仔，意念亲像囡仔。但是长大成人了后，就气煞，从迄个最基础、最幼稚，因为甲真理、甲上帝面对面，上帝就互咱知影，什么是伊要爱咱知影。今仔日个礼拜，牧师要甲恁分享3个主题。这个主题拢根据伫这个圣经，今仔日个圣经。第一个祈祷就是诗篇138篇第8节，伫这个所在讲，关系我的事，耶和华要成伊。这嘛是牧师为恁祈祷。啊，你会当改写就安尼讲，关系我的事，用这个经文为你家己祈祷。主啊，我纯粹双手将我一生，我的将来交伫你，摆咧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一生的事伫你的手中，耶和华你的主啊，永远伫地。主啊，求你无放下你手所做的，然后你换过来为你的囡仔祈祷。主啊，关系我的囡仔的事，你要成就伊，耶和华你的主啊，永远伫地。求你无放下你的囡仔，也是我的囡仔。求你陪伴祝福伊，所以今日这就是第一个，就是生命的祈祷，一生的祈祷，我一生的事。所以今日的礼拜有关着咱将来一生的幸福，有关着咱将来一生的快乐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求就互咱出声甲上帝讨。所以今日圣经讲，现今所存有信心、仰望、忍耐。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上帝要将信、望、爱赏赐予咱。信心是古早发生的事，我相信伊，就是过去；仰望就是将来上帝要成就的事，我嘛相信伊。爱就是当下今天，上帝用伊的听陪伴我、坚固我。所以过去的我、今仔日的我、将来我，拢伫上帝的手中。伫你生命方程式内底，有今仔日圣经所带来应允，这叫做整个哥林多前书13篇，叫做爱的方程式。咱有一条诗歌，改叫做爱的真谛，恁会记无？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咱拢知影这条，兄弟姊妹，用真正的心去思考。互这段的经文真侪，你深思熟虑，深思熟虑。互这段的经文真侪，你真深的智慧，甲你的价值观念，要指引你一生极大的祝福。所以讲，咱伫今仔日个圣经的中间，第一，咱甲上帝讲，关系我的事，求你无放杀我。阿们嘛。咱的上帝伊应允我永远无离开你。所以耶稣甲马太讲，连去普天的传福音，我的确对你到一世人，
到世间的落尾。马太福音28章上尾一句话就是：我就甲你同在，直到世间的尽头，直到你人生的最后。何等的福气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每一个人都不要偷懒。偷懒的人不会成为好学生，偷懒的学生就不会得到有智慧的成就。较困难的问题，你甲上帝讨，主啊，我有够戆，亲像牛啊！主啊，你就搞帮助，你予我迄个关键性的智慧，目睭一开，甲你当头对面。世间有真侪科学家，若毋是上帝的帮助，就无法度写出来遐尼伟大科学的真理。所以牧师常常爱甲恁讲爱因斯坦，常常甲恁讲牛顿。牛顿毋是干那要力学3大定律，牛顿有真侪伟大的智慧。咱无亲像牛顿，但是咱嘛有缘会通解决咱家己人生的这个问题。今仔圣经讲，我以前所知的无完全，做先知也无完全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听讲道的人嘛无完全，讲道的人嘛无完全，对无？你我咱拢是真有限的。伊讲我所知的无完全，做先知嘛无完全，但是什么？咱的上帝，这个完全的上帝，若踮伫咱的中间，上帝就将这个愚蠢，将这个无知，对咱的生命摕掉。愿天父上帝将这句的应允赏赐予咱。我细汉的时阵，做囡仔时讲话性情意见有够幼稚，但是当我伫耶稣基督的教示的内底，我就忽然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这礼拜牧师甲咱分享讲，这礼拜上重要就是当头对面。真真正正用咱的心来敬拜上帝，真真正正伫上帝的面前拍开咱的心门，无保留。就亲像我拄则讲，耶稣啊，你明仔载来，今仔日我乱糟糟。兄弟姊妹，愈是乱糟糟的时阵，愈毋通甲耶稣讲，你明仔载较好来。愿咱伫主的面前来领受这个当头对面，主的临到。真做咱的帮助，所以主将伊的信、真理 （pistis）， 主将恶梦 （apple）， 佮将伊的仁爱 （agape） 深深的听。今日牧师无要解说这的圣经节，因为今仔日牧师讲的故事较长，这个故事将这个经文来做解说，这个经文来读这个故事，然后这个经文带咱。去想咱的人生的生命的方程式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今仔日有3个思考，恁得去了的信仰的功课。第一，你生命的方程式是你人生中间你的责任，不是爸爸的责任，不是妈妈的责任。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责任，就是好好了解上帝伫你生命中间的计划甲奥妙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用信望爱。用信望爱去解读你的生命的方程式。上帝圣神的确甲咱三角地带，所以伫咱人生中间，有时咱咧讲起理性，有当时咱咧讲起公平，有当时咱咧讲起公义。有真侪时阵，并毋是遐尼简单会通用天平来讲，什么叫做真正公平？夫妇中间嘛真歹讲公平，兄弟姊妹中间嘛真歹讲公平。人生中间伫社会嘛，有当时真歹讲公平，就亲像这种若是讲，上帝啊，你谁啊遮尔安尼？啊，你既然互我遮尔悬的180的智商，啊，你可以捉弄我，你为什么这么莫名其妙，令我产生幻觉？其实伊一世人有真长的时间，并毋知影，迄个幻觉是假的。直到有一日，上帝开伊的思想，伊才忽然用伊的有限的智慧，才发现讲，我的幻觉是假的。为什么？
因为30年前所看到迄个幻觉内底的人，永远无大汉啊。30年后，迄个幻觉中间迄个查某囡仔，犹阁是迄个查某囡仔。伊忽然有一日，才忽然醒起来讲：啊，这是假，因为伊未大汉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伊勇敢去面对迄个幻觉的交扰。伊甲这个幻觉，甲这个精神分裂，和平并没有和平啊，就是共存。伊接纳伊所拄到的世界是两个无共款的世界，所以真勇敢，但是足困难的。兄弟姊妹，无论什么种的困难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咱的生命中间有时，咱嘛甲上帝埋怨讲：上帝啊，你真无公平。你有祝福我无毋对，但是你嘛有将这个苦难互我。兄弟姊妹，有时苦难毋是上帝互咱的，有时是这个苦难是伫这个不幸的世间，伊自然伫迄个中间，有时是魔鬼所互咱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教会也是安尼，家庭也是安尼，是咱伫黑暗面，是咱伫困难中间，互相做伴，一个真要紧爱的支持体系。愿这个故事有感动你，愿这个故事有帮助你伫信仰的中间，你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感谢你赏赐我教会，感谢你赏赐我家庭，但是感谢你做我一生的主，你是我唯一的答案，你是我唯一的上帝，你嘛是我所有的答案，你是我一生的上帝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来到主的面前。咱对咱的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阿爸天父，我感谢你。兄弟姊妹，主耶稣时时刻刻是以马内利，徛伫咱的心门外口，伊听候咱领受伊的帮助。你愿意吗？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，我愿意。第二，今仔日个圣经节，甲今仔日个故事，要互咱有第二个生命的功课。今日咱所念的这个圣诗，我家己称作我一生上爱的一条歌。兄弟姊妹，天父听咱世间情人，这条圣诗的最后，伊安怎讲？天父疼痛极深极大，众人应该捌伊。就紧紧来大家群我，得救就趁即时。天父上帝真正是疼，连我也得伊的疼，赦我一切误会罪过。天父上帝是疼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这条圣诗蒙着你的心，愿你会当伫主的面前讲：主啊，我是什么人？主啊，我是什么人？你竟然听我到这款，原来一生享受天父上帝的疼，咱亲像所有的使徒。约翰讲，上帝就是疼，神爱世人。保罗讲，爱是永不止息。彼得讲，爱就能够遮掩一切的罪恶。心中有疼，就袂去计较对方伊无完全的行为。父母心中有疼，所以无论囡仔怎样，囡仔过失错误，在父母的眼中都被原谅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会当看见上帝的疼，亲像这个使徒，独只有上帝的疼，要互咱得到真正生命爱的方程式的开展。求天父上帝伫恁的家庭中间，将这份的疼，当咱咧讲平安礼时，咱咧讲耶稣听你，愿耶稣真正将这份的疼赏赐予咱。最后，咱今仔日礼拜的功课，真正活出爱。兄弟姊妹，爱要及时，认真活出爱，爱你的亲人，因为信仰的品格。是对这个真简单、无条件的家庭亲情开始，然后慢慢对你的家庭，慢慢对你疼家己，
慢慢成做一个慷慨的人，慢慢到你的亲人亲族，后来到你的厝边，后来到你教会。所听的弟姊妹讲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你的生命内底有一种永远用袂了的痛，就是主耶稣的痛，写伫你的灵魂的中间，亲像这个电影，伊的名叫做《Beautiful Mind》，一个真水美丽的灵魂伫你的生命中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每一个人拢有咱生命的责任，就亲像我对种那伊的故事，我嘛提醒每一个囡仔青年，伫恁的人生中间，拢有一个方程式，这是上帝爱恁去做，上帝的计划，上帝互恁的意向。愿天父上帝帮助恁，开始做一个思考。过去的我是怎样，将来我是怎样。今仔日的是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讲，过去的我就亲像囡仔，讲话亲像囡仔，性情亲像囡仔，我的行为亲像囡仔。但是今仔日的我，因为主耶稣来了后，我就长大成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爱的方程式有一个足趣味的网络顶关的一个，伊咧写讲啥物叫做爱的方程式，爱伊安尼写，伊咧讲爱 love equal 等于 limit， 就是限缩那，伊下面作细字，这恁看袂到，伊叫做虚值啦。伊下面写 ego， 意思是讲，当你家己愈来愈少考虑你家己的时阵，你的痛就愈来愈济，足水吼。当一个人愈少计较，愈少用家己的需要做伊的唯一的考虑，伊心中的慷慨，伊心中对人的痛，就愈来愈开阔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听着彼得讲，万事的结局已经近啦，所以恁着自在节制来祈祷。第一要紧，大家切切三条；第一要紧，大家切切三条。这是今仔日牧师甲恁的分享。牧师要邀请你用过来这首的圣诗，做咱共同的祈祷。你若欠过真失望，我着尽力来帮助。咱决意三条，咱决意三条。主了看了就欢喜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用阮的教会真侪三天的教会；主用阮的家庭真侪慷慨的家庭；主用我的人生真侪你听的记号。兄弟，这是第三个功课。愿咱伫主的面前同齐祈祷讲：主啊，阮将阮的教会交献伫你的手中。主啊，这间教会真侪听的记号。主啊，我嘛将我家己献予你。主用我做慷慨。听的记号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你用一个真水的生命的故事来提醒阮。今仔日阮做伙做礼拜的时阵，我嘛强读思考上帝你的话。阮要用代表的祈祷做阮的祈祷，讲主啊，关于阮一生的事，求你成就。所以嘛，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，互阮甲你当头对面。主啊，无论大人、老人、囡仔，互阮伫你的面前，阮甲你当头对面。主，阮要用今仔日的阮的祈祷来做阮的祈祷。阿门。咱先来念圣诗，来回应今仔日咱的礼拜。咱先来念圣诗317首。欠过真失望，我着尽力来帮赞，求主看了就欢喜，生命只是贪得利，难怪伊撒条，难怪伊。
拄着心烦恼，你就替我来祈祷，求主看了就欢喜，下命只是贪得利，难怪伊傻听，难怪伊傻听，难怪伊傻听，相信来帮咱。你若拄着心袂凉，我要勉励你强盛，求主看了就欢喜，下命只是贪得利，难怪伊傻听，难怪伊傻听，难怪伊傻听，就相信来帮咱。听你我着勉励，就会阳光归天边，求主看了就欢喜，下命只是贪得利，难怪伊傻听，难怪伊傻听，难怪伊傻听，就相信来帮咱。大家请坐，咱来准备奉献。
大家请坐。伫咱要行平安的进前，来用咱的祈祷；伫咱要行平安的进前，来用咱的祈祷，来为着咱家己的家庭来祈祷。伫即个疫情的时，咱虽然无多手按手，互相来行平安礼，但用即条诗歌通过，耶稣听你即条诗歌，甲咱伫厝内做礼拜，兄弟姊妹，咱互相伫心灵的中间来相结连，来用即条诗歌做咱的祝福甲祈祷。当咱咧听这条诗歌的时，咱首先为着也未接受疫苗注射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咱首先为着也未接受疫苗注射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求天父上帝保守因平安，直到有一日因接受疫苗的注射。主恩为着阮的兄弟姊妹，特别是青年、社青，因也未轮到因接受这个疫苗的注射的时，阮恳求天父上帝，你保守因出入平安，用你的宝血亲像预防针，保守因伫这场伫达所在，主耶稣你的听。保守照顾因，亲爱的弟姊妹，特别是伫直播，伫恁的厝的兄弟姊妹，教会真少念恁，愿主的听，通过圣经的帮助，互咱同心合意，伫今仔日个礼拜的中间。彼此代祷，上帝会听恁到恁的家庭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为着今仔日
伫厝内做礼拜的阮的兄弟姊妹，来恳求天父上帝你施恩赐福，主愿恳求上帝你怜悯阮，互阮伫空中同齐做礼拜，就亲像将来要到伫天堂的时，阮伫云中甲正天使做伙来敬拜你。主你保守，今仔日伫直播中间甲阮做礼拜，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要为着受到疫情影响，因的家庭经济有受到影响的阮的兄弟姊妹，甲阮的社会厝边来祈祷。主愿为着这伫疫情中间，因的经济有压力、有损失，阮恳求天父上帝，你帮助因，你亲自补满因的需要。主伫疫情的中间，你想事交给运费，祝福因伫这个欠缺的中间，有缘有上帝你特别料想未到的祝福，你拍开天窗来施运费伫因的身上。特别阮中间也有工作受影响，做生意受影响，生活受影响的阮的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你保守因。主愿感谢你，阮的教会得时不得时，阮拢常常来到主你的面前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你是阮的瓦靠，主你是阮的瓦靠。主愿感谢你，主愿感谢你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吼，所听兄弟姊妹咱继续祈祷，咱求天父上帝帮助台湾，祝福台湾吼，这个疫情会当真正受控制吼。咱虽然还阁有无方便，但是咱已经是全世界算上幸福的国家吼。咱虽然还有真侪无方便，但是咱已经是全世界上幸福的国家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嘛为着咱的台湾的社会，各种的政策。咱求天父上帝保守，互咱的社会会当有安静的心。若无安静的心，较好的政策嘛会讲做无好的政策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这公务人员，因会当有想出上好的政策来帮助台湾行过这段的困难。下面咱来请报告，咱来请报告。是我来报告，顶主的聚会，咱甲你看。本周的聚会，咱拜三的祈祷有线上，甲来礼拜堂。家庭礼拜拜五是暂停。青少节7点半伫教育馆，查经班嘛是7点半有线上迄落甲来教育馆。圣工的服侍，咱后礼拜请班管执事领诗暂停，司琴请春美秀执事。事缘是我甲胡淑丽执事接待咱第三组，爱餐咱有暂停。新眼讲的读经表，咱照安尼灵修。具体交通，感谢俄罗斯上帝的保守，台湾的疫情有改善。咱本礼拜主日礼拜恢复，咱有来甲教会做礼拜。请大家爱打伫喙暗参加咱的聚会。防疫政策虽有小可开放咱宗教的活动有限制人数，教会咱会做好的预备，礼拜会做好的安排。咱有主堂甲副堂的椅仔，咱有会当坐甲袂当坐，迄落咱请安尼来。另外，咱教会嘛伫教育馆有几个房间提供咱迄落直播的设备，若有兄弟会希望暂时参加的，嘛会当决定伫厝，也是伫教会。咱祝大家平安健康。
第二，疫情期间，愿上帝保守大家，求圣神的保守，大家爱注意自我的保护，外出时会当对口、喙掩。入门的时会洗手喷酒精，尽量避免外出。愿咱台湾的疫情早日得到好的控制。第三，咱请为春节节病例将手术康复祈祷，全然的康复。第四，咱请为生日的来代祷，奉献的迄落，若有毋对，请几个人员来更正。代祷事项：第一，为台湾甲世界度过即个武汉肺炎的感染期来祈祷；第二，请为心心欠咱遮兄弟来代祷；第三，为教会青少年心灵甲课业来祈祷；第四，为结婚的青年的婚姻来祈祷；第五，为水美教会代祷、妇林、一职以及岛好大雅。这是咱来吟上个圣诗511首。圣诗511首，阿乐上帝至权至尊，造化的主，万福原本，天顶算赛天下万民，永远阿乐白囝圣神，吟诗大请张牧师祝祷。至尊，造化的主，万福原本，地顶上赛天下万民，永远阿乐白囝圣神。愿主耶稣基督恩惠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地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倒闭会。